大家好，大家好啊！知唔知我係邊個啊？紅姐，點解你會識我嘅？有邊個喺電視度見過我嘅？可唔可以舉一舉手啊？有邊個喺手機上面見過我嘅？可唔可以拍一拍手啊？似乎大家而家都習慣咗用手機去知道呢個世界發生緊咩事係嘛？好，唔來都來咗。我陣間會自己執翻㗎。大家好，我叫 Penny， 我唔係南京紅姐，我係來自香港嘅 Penny。我從事傳媒工作超過25年，最當初入呢行嘅時候，大家仲係習慣喺電視或者報章雜誌去了解世界發生緊咩事，因為當其時冇智能電話。咁我好深刻印象就係我啱啱入行第一日返工嘅時候，好震撼。點解咩咁震撼咧？咁樣喺我面前有一個人，有一個同事，佢執包袱、劈箱、辭職走。佢唔係辭職添，佢俾人炒。咁啊，記者嘅一個八卦嘅特質驅使我就真係了解下，喂，咩事啊？呢個人點解會俾人炒魷魚嘅咧？一了解之下，哦，原來呢位記者當其時同另外一個電視台嘅記者一齊上咗隻船度做採訪，但係好不幸，呢隻船上面其中一個船員砰一聲跌咗落海，其中一個記者全程攞部 cam 拍低晒整個過程，但係另外一個記者佢選擇擺低佢手頭上面嗰部 cam 去參與拯救行動。大家估一估，最後邊個記者俾人炒魷魚咧？如果第一位緊守崗位拍低晒成個過程，俾人炒魷魚嘅人舉舉手。救人嗰個拍唔到嘢嗰個俾人炒魷魚嘅舉舉手。如果係你又會點選擇咧？我開估啊，就正如大家頭先個反應，係啊，救人嗰個反而俾人炒魷魚。當其時我都好似台下面有一位朋友咁嚇咗出嚟，喂，搞咩啊？救人咯喎，有咩重要得過性命啊？係嘛？救人勝造咩七級咩話？點解反而會俾人炒啊？我當其時我上司，我第一日返工，我上司眼尾都冇睄過我，全程隻眼淨係望住個 mon 喺度打佢自己份稿，暗沉沉喺度講：喂，係㗎啦，喂，我哋做呢行，我哋做新聞係唔可以有情緒㗎，我哋仲唔可以有立場添，我哋要時刻保持中立，因為咁樣先可以緊守我哋嘅崗位。我哋做嘢唔可以有溫度，唔可以有溫度。呢幾個字一直深深感動緊喺我腦入邊，驅使我喺往後嘅20幾年，我係跑新聞，我從事唔同嘅崗位嘅時候，我都係記住呢一個初心去做我嘅新聞。後來我成為咗一份傳媒嘅總編輯，帶領過百人嘅團隊，我都成日去提醒我啲手足：喂，你哋出去做採訪，記得唔好衝得咁前啊，要小心啲啊，唔好有情緒去做嘢啊，我哋都中立㗎，唔好有溫度。但係我成日喺個腦入面，喺我心入面，我都會反問自己：真係唔可以有溫度？喺3年前，我成為咗一個網上平台嘅一個主編。我哋曾經訪問過一啲唔同界別嘅名人或者明星，當中可能都有一啲係大家熟悉嘅面孔。我哋仲拍咗好多好搞笑嘅片，一啲街訪嘅片，當其時都惹起好大嘅迴響。其中有一條
呢條街訪嘅片段總瀏覽次數係超過170萬。當其時 YouTube 都頒咗個獎俾我哋，我就會反問自己：喂，好多人睇喎，咁睇完呢啲片，咁又點咧？跟住又點咧？然後我個腦入邊又諗翻起20幾年前嗰句説話，係咪唔可以有溫度咧？呢個台叫做拉闊，大家諗起拉闊呢兩個字，可能會諗起演唱會，係嘛？可能某個電台搞嘅演唱會啦。事實上，最初頭呢個台亦都係報導好多一啲娛樂嘅新聞。經過我嘅考慮，我決定為呢一個台賦予一個新嘅意義。拉闊生活維度，拉闊生命溫度。我希望透過呢一個台去轉型，成為一個資訊平台。我哋報導更多嘅一啲時事熱話、新聞，又或者生活上面嘅一啲推介，希望多啲人睇，多啲人留言，多啲人轉發，我哋拉近彼此。呢啲 post 有過千、過萬嘅互動，包括 like 或者 share。而呢3條甚至乎更多嘅 post 係超過100萬人瀏覽。我亦都將新聞嘅內容同埋廣告去結合，拉近佢，共享過百萬嘅流量同埋曝光率。有幾多人睇過呢條新聞，就有幾多人睇我哋嘅廣告。喺拉闊落廣告，我哋支持香港大中小企，我哋希望同大家喺一個艱難嘅環境一齊行。我哋過百萬嘅推廣流量方案，原價6888蚊，今日雙線廣場半價都唔使，只需要1888蚊。如果大家需要推廣嘅，可以隨時聯絡我。我係 Henry， 多謝大家。唔好執包袱住，因為我哋要傾下底先嘅。係啊，咁樣 Penny 會好抵喎，呢個真係1888，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即係做啲乜嘢推廣啊？其實咧，以往咧，可能大家可能喺手機入邊睇Facebook 啦，或者 IG 啦，見到好多一啲平台，咁佢哋幫一啲廣告客戶落廣告咧，都係直接將個廣告、將客戶嘅廣告當係一個 post 咁 post 出嚟。咁大家會留意到就係話，可能得到嘅迴響唔係好多嚇，咁甚至乎可能啲人一見到你係一張廣告就會飛咗唔睇啦咁樣。咁我就覺得，既然我個平台嘅新聞有一定嘅瀏覽量，咁多人支持，咁多人睇，咁多人轉發，不如我將廣告同埋我嘅新聞放埋喺同一個 post， 咁變咗大家睇我新聞就會睇埋個廣告。咁亦都希望借呢樣嘢幫香港嘅大中小企喺一個艱難嘅環境，去幫佢哋推廣佢哋嘅業務。咁啊，呢個真係非常之抵啊！即係話有訪問啦，有寫到個文章啦，有個貼啦。係啦，最主要就係將佢嘅例如佢個廣告可能係一幅圖或者一條片嘅，咁你交俾我哋就會將佢夾落個我哋嘅新聞嘅內容度一齊出。咁啊唔係考你，但係記唔記得而家自己個平台有幾多個粉絲先？粉絲Facebook 係接近17萬人嘅。哇！17萬。係啦，咁Facebook 加 IG 再加埋 YouTube 咧係超過25萬。冇錯啦，咁啊即係而家今日1888就可以咧有25萬嘅受眾，咁啊即時係睇到啦你嘅公司嘅廣告啦，或者可能你業務嘅廣告，咁呢個真係超級。試下賣多少少廣告就係、其實我哋嘅post 咧有一個特質嘅，大家都可以即係分享下就係、我哋轉發都好高，我哋喺個後台睇翻咧，我哋睇我哋新聞睇我哋 post 嘅人咧，可能着咗90%都唔係我哋嘅 followers， 即係證明啲咩咧？冇 follow 我哋呢個 page 嘅人都會睇到我哋嘅 post 同埋睇到我哋廣告。
OK，咁所以今日嗱好簡單啦，我諗到嗱中小企啦，可能一人公司啦，甚至可能咧你係啱啱初創做嘅一啲業務，你未係好知道點樣推廣嘅話咧，咁1888咧呢個投資咧真係好值得你哋去投放啦。我見到你今日都有一啲嘅商會朋友喺度啦，咁啊呢個係喺我哋嘅連結嗰度咧就可以係買得到啦，係咪啊？咁所以如果各位係對呢件事感興趣啦，都建議你都唔好諗咁多啦。嗱，1888仲可以咧有5%嘅捐款咧，係俾到我哋今日嘅2個受惠組織。馬上點擊咧今日邀請你嗰位朋友嚟嘅嗰個連結，然後咧就點選商品係啦，然後再揀 Penny 嘅呢個 plan 咧，咁啊即刻可以投放得到㗎啦。咁我哋期待咧嚟緊咧喺 live 上面咧會見到咧你哋嘅廣告同埋。